10月17日，挪威议会举行了一场宣讲维吾尔人种族灭绝事件的证词会议。会上，由中共集中营证人塞拉古里、凯利比诺尔、古里巴哈尔、欧马尔拜卡利等分别作证，讲述了自己在中共集中营的悲惨经历。与此同时，数百名居住在挪威的维吾尔人在议会大楼前举起亲属的照片，强烈抗议中共压迫者的种族灭绝行为。中国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于10月16日在北京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先代表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工作报告，阐述了全新的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外界分析认为，习近平即使得到这次史无前例的连任，仍然无法摆脱中共面临的5大困局，分别是家庭和企业信息崩溃、清零政策重创经济、房地产市场陷入危机、科技企业遭打压后大幅裁员，以及金融系统的脆弱。彭博社分析认为，中国家庭和企业信息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习近平清零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全国各地反复的封锁不仅加剧民怨，也重创了中国经济。投资者和绝望的中国民众都希望在20大之后，中共能够放松清零。但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20大不太可能出台任何直接或大幅重振经济的政策。近2年来，中共监管机构对科技企业发起了一系列的打压行动，引发了科技企业的裁员潮，导致了年轻人的失业率也创下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中国金融系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家世界领先的视频监控权威机构称，4款中国大华监控摄像头在其网站上的视频分析显示，具有识别种族、肤色、所谓新疆和西藏人面部的功能。大华对此供认不讳，虽然称网页内容早已过时，但不否认其为商用之外的需要提供服务。这是互联网协议视频市场在过去几年内对大华科技针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等民族进行民族识别定制监控设备的第3次调查。大华的4款摄像头在线手册上说，它们全部支持对7个属性和5个表情的识别。7个属性包括性别、年龄、眼镜、表情、口罩、人种、胡子。对所谓新疆和西藏人的识别需要定制支持。5个表情是生气、平静、高兴、悲伤、吃惊等。2019年10月，美国政府以对所谓新疆侵犯和践踏人权为由，对大华进行了制裁。新浪网10月18日报道，塔利姆河最近决口，在附近的沙漠中形成了一些新的湖泊。报告将这种情况描述为荒野中的极极现象，但是没有提到漏水是人为灾害还是自然洪水，以及它如何影响当地维吾尔人的生活。尽管中共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向所谓新疆转移人口来解决中国各省人口迁移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水源，无法一次性安置大量的人口。事实上，中国政府早已把东头决散变成了自己的生产基地、粮食基地、分电厂、蔬菜基地和各种轻工业基地，以及物美价廉的劳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这种湖泊的出现，以及它会带来什么可怕的祸害，人们有不同的猜测。中共20大正在北京举行，国际社会关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进入第3任期，延续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在此期间，中共海外民主人士聚集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声援北京四通桥悬挂横幅的彭丽发，抗议习近平的独裁。四通桥上写着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横幅标语，重现在洛杉矶的中国领事馆前。抗议群众喊口号：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中国海外民主人士谢立健说，中共20大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大会。彭丽发说出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声，他们除了站出来声援，最近几天在南加州校园、洛杉矶地区几个华人居住的城市都张贴海报声援，希望能够唤醒更多人认清中共的本质。谢立健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说，挂横幅、表达政治诉求，在任何国家都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这个行为不只会遭到逮捕，还会面临生命危险。中国国家统计局原本要在10月18日公布中国今年第3季度的 GDP 等一系列经济数据，但国家统计局的网站发出通知，称相关数据延期公布。通知没有给出公布数据的具体时间，也没有给出推迟的理由。被推迟公布的数据包括第3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产出月度报告、能源生产、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和销售、零售额和房价、居民收支情况等。路透社询问中国国家统计局推出数据公布原因，得到的答复是，由于工作安排调整，没有说明具体内容。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官方推迟公布3季度经济数据的原因与正在进行的中共20大会议有关。由于今年第2季度的数据非常差，同比增幅只有 0.4%， 接近于零，因此第3季度的数据格外引人注目。中国近日以促进发展的名义，在所谓新疆建设了数千座5G 网络基地。有学者担忧，中共此举目的在于加强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数位监视，并非意在强化区域经济发展。乌鲁木齐是中共在2019年优先部署5G 网络基地的城市之一，而北京现在以促进区域发展为由，在所谓新疆进一步加强部署5G 网络基地，以强化中国在此地的数据监控，包括无人机监控、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监视器、手机监视等等。专家认为，北京正打着经济发展的旗帜，其背后的目的是强化对突厥穆斯林的控制。根据调查显示，所谓新疆目前已有3万座5G 网络基地，而中国官方宣布，今年要再增加1万座基地台，预计将花费16.5亿元人民币，每1万人便拥有12座5G 网络基地台，同时 90.5% 的村落都将被5G 网络覆盖。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大量建设5G 网络基地将帮助所谓新疆数位化，为制造业带来数位改革，并促进经济发展。目前 5G 技术已被用于制造业、农业、医疗体系、教育与旅游业。不过，专家担心中国政府大量部署5G 网络基地是为了强化对维吾尔族等穆斯林的监控，这将会使政府的监控变得更广泛、更有效。今年，中国部署了20辆无人巡逻车，在所谓新疆北部的克勒玛依市加强对群众的监控。这些巡逻车附有8个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并可以将可疑的活动搜集到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此平台是北京对所谓新疆最主要的监控系统。中共20大之际，中国天灾人祸频传，中共清零防疫政策亮惨祸。10月19日凌晨，在所谓新疆乌鲁木齐妇幼保健友爱医院门口，4位临产孕妇被大白挡住，不能进入医院。孕妇家属着急并愤怒地表示，已经2-3个小时了，你们谁说了算？谁不让我们进医院？4位临产孕妇已经有3个破了羊水，不能进入医院，也不往上汇报，要不我们就生在这里，人死也要死在这个门口，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被医院拒之门外的汉族临产妇女在马路上生下了孩子，另一位临产妇女向外界哭诉。这是个真实的案例，发生在乌鲁木齐友爱妇幼保健院，真的太可怕了。那个女的就在马路边上把妈妈生了，10月怀胎，我的宝宝要出生了，政府不管，医院不是白天使吗？对不对？我们也没说不给钱，你最起码让我把孩子生了呀。那个女孩有多无助你知道吧？就在马路边上，裤子脱掉，那羊水破了，全是血呀。重点3个医生，1比1个，没有一个人管他们，就把我们当那个牲口一样，你知道吧？说现在这个情况都成啥样子了？
就跟那个之前的旧社会日本鬼子进村了也没这么残忍啊。中共严厉的清零政策导致了次性灾害的频发，求助困难。网友曝光，所谓新疆乌鲁木齐大量的求助信息遭到了官方删除，医院的主刀医生都去隔离，只能看着病人离世。网传的所谓新疆政府内部视频会议显示，乌鲁木齐天山区1天5000例阳性，远远高于官方对外公布的病例。会议要求通过把所有的场地都利用起来作为隔离点，1-2天之内实现所谓社会面除阳。10月20日，有乌鲁木齐的网友发视频披露，19日下午，他的舅舅脑出血，送去医院，结果没有医生做手术，医院的主刀医生都去隔离，只能看着他去世。由于大部分医院只接受核酸阴性的病人，导致阳性患者就医更为困难，需要逐级上报，获得批准后才能被运到红马医院。目前，乌鲁木齐黄马医院有7家，红马医院有3家。随着疫情持续爆发，难以满足看病的需求，网上医疗的求助信息以透析病人最多，阳性患者或曾经阳性以及所在的透析医院变红码，就没有医院接收。还有不少网友曝光，他们的求助信息遭到了删除。